我係許任堂，一般人叫我做 CK。喺中山住咗15年，平時咧除咗旅遊之外咧，我就每星期打匹克球3次到4次。住喺海欣嗰邊咧，好多香港人，啲朋友咧差唔多每星期咧都話出去食下飯啊，2、3次啊，大家交流啊咁樣咯。嗱，我每2個月都出門一次啦。咁呢幾個月去咗北疆、南疆、青海啊，同埋甘肅。我由細就中意運動啊，籃球、網球我打咗幾十年。嗱，疫情嗰時我喺美國，咁因為喺戶外咧就匹克球開始流行，我啲朋友就介紹我，咁我打咗咧就覺得好容易上手。咁之後我就翻嚟中山咧，就帶咗啲球網啊，喺地下畫個球場啊，就同啲朋友開始打。後尾就認識咗我現在嘅拍檔，就開始喺中山打匹克球啦。因為佢對身心各方面都係一種好好嘅運動，亦都係一個交流平台，同啲朋友一齊打波之後有時我哋出去食下飯咁樣交流。嗱，現在即係匹克球開始佢哋認識啦，咁就越嚟越多人喜歡打啦，特別係有啲新手啦，佢哋好容易上手。嗱，我初打匹克球嗰時就場地好缺乏啦，得2個場。國內已經開始好流行啦，咁亦都覺得除咗我中意打之外，係一個商機啦。嗱，中山嗰個地點係好適合啦，喺大灣區又近深圳，特別係近香港。而家越嚟越多香港人嚟中山，香港人好多咧都開始打匹克球啦。咁我哋應該要做好多嘅推廣。我係希望發展多一啲人會參加啦，發展中山係一個匹克中心，多啲舉行大賽包括全國性嘅